牛我妹做鸡鋪，愛講乜嘅咧？5月節會到咧，我打電話找阿日子來我屋企做伴奏。今晡日阿日子老家妹帶電鋪誒來我屋企，阿嬸伯妹拿鋪誒本阿妹講。去年二炒嘅了，香到無人要拿。阿妹講無喏，二切嘅糯米團咩凍都好。阿妹老炒好嘅了，拿出來，我拿出洗好嘅粽葉。阿嬸伯妹拿出切好嘅糯米團，阿日子讀中熟誒。大家啲課堂愛開始爆料咧，因為我唔好食香菇，我包嘅下搶托牛來包，結果本阿妹看到我講，也唔係單搶你愛食嘅，也做唔得見識，是無你。聽我講下，愛記得打開小鈴鐺誒，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哦。